有啲屋企唔係冇錢，係留唔住錢；唔係冇人，係人一齊住都似仇人。唔係真係撞到咩邪，而係間屋入面嗰股怨氣、燥氣、俗氣，日日積，月積，積到一家人一返屋企就心煩，一開口就鬧交，一瞓低就諗嘢，一有少少錢就即刻有事要使出去。所以我同你講，民間老人家成日講，一杯鹽水可以吸走懵氣。聽落好似圓，但你唔好一聽就笑。你聽我講完先。一杯人水本身唔係神仙水，唔係你放喺度，第二日就一定發達，一定轉運，一定無病無災。真正有用嘅唔止係杯水，而係借住呢個動作提醒你屋企嘅氣已經亂咗，你嘅心已經塞咗，一家人講嘢嘅聲氣已經傷咗。揀喺民間風水入面，一向被視為可以收濕、收熱、定作氣嘅嘢。以前老人家搬新屋、清舊屋，做完白事返屋企，或者覺得間屋陰陰沉沉，都會用鹽米、水呢類最樸素嘅東西去做一個收氣同定心嘅動作。你話佢係迷信又好，你話佢係心理安定又好，古人最聰明嘅地方就係唔會將人心同家宅分開睇。人心亂，屋企就亂；屋企亂，人心更加亂。呢個迴圈一開就好似水喉漏水咁，你日日都漏福氣，但你自己唔知。《太上感應篇》有句好出名嘅說話，原文係納福無門，為人自照。大白話講，即係一個人一個家嘅好運同壞運，好多時唔係突然跌落嚟，而係平時一言一行、一念一動，慢慢招翻嚟。你日日喺屋企講怨話，見到仔女就鬧，見到老公就嫌，見到老婆就挑剔，見到父母就黑面。咁你話呢間屋點會有和氣？冇和氣就冇財氣，冇財氣就冇人氣，冇人氣，最後就連身體氣血都唔順。有啲人就問，咁點解要將名字放入去？我同你講，名字唔係用嚟咒人，更加唔係用嚟控制邊個。名字係一個提醒，提醒你呢間屋唔係得你一個人，蒙運亦唔係一個人造成。夫妻之間嘅冷言冷語，仔女之間嘅比較嫉妒，老人家心入邊嘅委屈，全部都係無形嘅氣。你將一家人嘅名字寫低，唔係求其職，而係叫自己正視呢幾個人同我有緣，住埋一個屋頂下，係福定係劫，好多時就睇我哋肯唔肯止怨、止鬥、止好。我以前聽過一個荃灣阿姨嘅故事，佢50幾歲，住喺舊樓，後生嗰陣捱得好辛苦，老公做運輸，佢自己喺街市幫人手，一蚊一蚊儲起，終於供到層樓，養大2個仔。按道理去到呢個年紀，應該可以飲啖茶，睇客孫，慢慢過日子，但偏偏佢屋企呢幾年越住越唔順。大仔結咗婚之後同新抱搬返嚟住，細仔又成日話冇錢，間中問屋企借。阿姨本身心直口快，一見新抱煮飯唔合佢心水就話人懶，見大仔幫老婆講句說話就話個仔娶咗老婆忘記阿媽，見細仔返嚟面色唔好就話佢冇出息。開頭都只係幾句說話，慢慢變成日日爭吵。最奇怪係間屋好似真係越嚟越沉，門口堆滿舊鞋、紙皮、雨遮，廚房油煙黏住牆，雪櫃入面好多過期鏡料，床底塞滿10幾年前嘅舊衫舊被。阿姨成日話自己瞓唔好，一到半夜3、4點就醒，醒咗就諗點解我咁命苦，點解我為頭家付出咁多，最後冇人感激。你睇呢個就係好多家庭最常見嘅唔好運。唔係天跌落嚟一塊石，係日積月累嘅怨。門口雜物堵住，係氣口堵；廚房弄糟，係火氣窒；睡房床底堆舊物，係心事唔放；日日講傷人說話，係口得漏。風水古籍講陽宅，成日重視門晝房，唔係冇原因。門係一家氣口，晝係一家食粒，房係一家休養。3個地方都亂，個人點會精神？一家人點會和？有一日，阿姨同隔籬一個老街坊傾偈，忍唔住喊。老街坊冇同佢講大道理，
只係叫佢返屋企攞一隻乾淨玻璃杯，放半杯清水，加一小撮粗鹽，唔好痰多，然後喺一張白紙寫低屋企幾個人嘅名字。寫命嗰陣唔好一邊寫一邊怨，唔好諗邊個對唔住你，只係心入面默默講一句：願我屋企少怨，多和平安順氣。之後將紙放喺杯底下面，杯顏水放喺屋企門口入嚟唔阻路嘅角落。24小時之後將水倒去廁所或者洗手盆，用流動水沖走，杯就洗乾淨。老街坊仲特別提醒佢，做完唔係代表萬事大吉，你要即刻清門口、抹廚房、執床底，最緊要係3日內唔好再開口鬧人。阿姨最初都半信半疑，佢心諗一杯鹽水有咩用？但人到最煩、最亂、最瞓唔着嘅時候，有時就係需要一個儀式，叫自己停一停。嗰晚佢真係照做，寫到大仔個名時，佢想起個仔細個發燒，自己成晚抱住佢。寫到新抱個名時，佢本來想鬧，突然又諗，其實人哋離開自己屋企嫁入嚟，都未必容易。寫到細仔個名時，佢又心痛，覺得自己鬧得太多，問得太少。你睇杯鹽水未開始吸啲咩，佢個心已經開始鬆一鬆。第二日佢倒走杯水，冇見到咩神奇畫面，水冇變黑，杯亦冇裂。但奇怪嘅係，佢忽然好想清屋。佢由門口開始掉咗10幾對爛鞋，紙皮賣走，雨遮剩返2把好用嘅。廚房嗰啲過期醬料一樽一樽掉，床底舊衫舊被，能捐就捐，不能用就掉。新抱返嚟見到，第一次冇被佢鬧，反而聽到阿姨講一句：今晚你煮咩都好，我唔出聲。就係呢一句，成間屋嘅氣好似靜咗落嚟。之後幾日，大仔少咗黑面，細仔返嚟食飯，阿姨忍住冇再一開口就話佢冇出息。當然屋企唔係即刻變成天堂，錢銀問題仍然要面對，婆媳之間仍然有磨合，但最少火氣少咗，怨聲少咗，大家肯坐低食一餐飯。阿姨後來同人講，佢先明白一杯鹽水吸走嘅未必係外面嘅蒙混，而係自己心入面最重嗰啖怨氣。呢個故事你聽落可能好普通，但普通先最真。好多家庭嘅衰運唔係因為冇拜神，唔係因為冇擺法器，係因為屋企人日日互相消耗。你嫌我，我怨你；你唔讓我唔服，你一句尖酸，我一句頂撞。講到最後，屋企明明有燈，但個人覺得黑；明明有飯食，但食到肚入面都係氣；明明有親人，但個心孤獨到好似冇人明。講到鹽水同名字，好多人第一時間會問：咁係咪真係有啲睇唔見嘅空氣被杯水吸走咗？我同你講，呢個問題唔好用一個係或者唔係去答，因為民間玄學最怕嘅就係人肢體表面唔睇心。你以為杯水係主角，其實主角係你間屋嘅秩序。你以為名字係法門，其實名字係叫你記返呢一個家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氣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怨，每個人都可能係家運入面一個結。老一輩風水先生有句話，唔一定係古書原文，但係佢哋成日咁講：家宅怕俗，日久成滯；人心怕怨，冤久成殺。大白話講，屋企長期冧糟雜亂，氣就唔流；人長期怨恨不平，心就唔通，氣唔流，財就難聚，心唔通，福就難入。好多時所謂猛運唔係一日形成，係你唔處理、唔面對、唔願改，慢慢堆返嚟。深水埗以前有一棟唐樓，樓齡好舊，樓梯窄，走廊長年有一陣潮濕味。相傳嗰度有位陳太，60歲出頭，後生時同老公開過一間小五金鋪，唔算大富大貴，但都叫做食得飽，供得起仔女讀書。佢本來覺得自己一世捱得住苦，晚年應該可以安樂。點知過咗55歲之後，成個家好似突然行衰運，先係老公個小生意越做越差。以前街坊會嚟買螺絲鎖頭工具，後來附近開咗大型連鎖店，生意一日少過一日，
陳先生本身性格硬，唔肯轉型，又唔肯執笠，日日坐喺鋪頭氹氣，返到屋企就黑口黑面，一句說話都唔多講。跟住係個女嫁咗幾年，婚姻唔順，成日同老公嘈，最後搬返娘家住一排。陳太心痛個女，但又忍唔住鬧佢。我早就同你講過，嫁人要睇清楚，你就係唔聽。個女聽完更加崩塌，母女一講就鬧。再嚟係個仔本來做銷售，後來投資失利，欠咗一筆卡數，唔敢同屋企講，直到有人打電話追數，陳太先知道。佢一知道就火滾，當住全家面前鬧個仔冇用，鬧到個仔摔門走咗幾日。嗰段時間，陳太話自己屋企好似日日有火，明明冇人煮嘢，間屋都覺得焗，明明開住窗都覺得透唔到氣，明明一家人同台食飯，碗筷聲都似嘈架。夜晚更加奇怪，老公瞓到半夜會驚醒，個女成日喊，個仔返嚟就躲入房。陳太自己就胸口嚟，心口塞，成日覺得有一塊石壓住。佢開始以為自己屋企係咪撞咗啲唔好嘅嘢？有人叫佢買貴價法器，有人叫佢擺一堆銅器，有人叫佢請人做大儀式。陳太心亂，差啲真係俾人講到信晒。後來佢經一個舊街坊介紹，見到一位年紀好大嘅老風水師。嗰位師傅冇穿到神神化化，反而好普通，一件灰色外套，一對布鞋，手上只係拎住一個舊羅盤。老風水師一入屋冇即刻講咩神神怪怪，佢先企喺門口望咗一陣，然後問陳太：你屋企最近係咪成日嘈？男人瞓唔好，女人多眼淚，仔女各有各煩。陳太一聽，眼都紅晒，覺得師傅好準。師傅冇得戚，只係淡淡講：唔係我神通，係你間屋已經寫晒出嚟。佢指住門口講：你睇下，門口係氣口，但你堆滿鞋、支袋、舊報紙，氣一入嚟就被堵住。人返屋企第一眼見到亂，心就先亂。再行入廚房，見到爐頭旁邊油罌口，水槽堆住碗，雪櫃頂又堆滿藥盒同舊單據。師傅講：廚房係一家食入冧租，口舌就多，錢財就散。然後入到睡房，床底塞滿舊箱、舊相簿、破電器。師傅搖頭：床係養神嘅地方，你將10年8年唔放低嘅嘢塞晒入去，人點瞓得安？陳太急住問：咁係咪有煞？係咪要擺咩化解？師傅望住佢，講咗一句好重嘅說話：你屋企最大嘅煞唔係外面條街，唔係樓梯口，係你哋一家人把口。呢句說話，陳太當場呆咗。師傅繼續講：你老公日日貪氣，貪走自己嘅志氣，你日日埋怨，怨散一家和氣。你個女日日哭到心氣沉，你個仔日日躲到人心散。風水可以幫你調，但如果人唔改，杯水都幫唔到你。跟住師傅教佢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攞一隻乾淨透明杯，半杯清水，加少少粗鹽，唔好氹多，用白紙寫低一家4個人嘅名字，唔係寫嚟呃人，唔係寫嚟咒人，而係寫低一個願，願一家小願多和，心平氣順。紙放喺杯底下面，杯鹽水放喺屋企入門左膠一個乾淨角落。24小時之後倒去流動水，連做3日，但每一日都要配合一件事。第一日清門口，所有爛鞋、舊袋、過期報紙、冇用雜物一律處理。師傅話：門口清唔係為咗好睇，係叫你俾福氣有路入。第二日清廚房，爐頭要抹，水槽要清，過期食物要掉。師傅話：廚房清，火氣就正，火氣正，一家人講嘢就冇咁容易爆。第3日清床底，舊箱舊物破電器唔再用嘅東西，能放就放，能寫就寫。師傅話：床底清，心事先有機會放低，但最重要嘅唔係呢3樣。師傅臨走之前再三叮囑：3日之內無論幾嬲，都唔好喺屋企講一句咒自己屋企嘅說話。唔好講我哋屋企冇救，
唔好講你呢世都冇出息，唔好講早知唔生你，唔好講我命苦到死。呢啲說話講一次就好似喺自己屋企牆上劃一刀。你日日話間屋點會唔傷？陳太照做。第一晚佢寫老公個名時，本來想起佢呢幾年冇本事，心入面好多怨。但寫落紙嗰刻，佢又諗起後生時，老公凌晨4點起身開鋪，冬天手凍到裂都照做。佢眼淚跌落嚟，第一次唔係怨係心酸。寫個女個名時，佢本來想講唔聽老人言，但不停咗一停，諗起個女細個成日幫佢折衫，考試考得好就第一時間跑返屋企話俾佢聽，佢先醒覺個女婚姻唔順，返嚟係想有個地方靠，不係想聽多一個人審判佢。寫個仔個名時佢手震，佢恨個仔欠債，恨佢唔爭氣，但更深嗰層其實係怕自己老咗幫唔到，怕呢個家散，怕個仔一錯再錯。嗰一晚陳太冇再鬧人，只係將杯鹽水放好，心入面講咗一句：如果呢個家仲有福氣，願我先改我把口。你睇，所謂名字放入去有奇效，奇就奇喺呢度，唔係個名字令天地聽你指揮，而係你終於正視每一個名字背後嘅人。老公唔止係一個令你失望嘅人，佢都係同你捱過苦嘅人。女兒唔止係婚姻失敗嘅人，佢都係你心頭肉。兒子唔止係欠債嘅人，佢都係曾經拖住你手過馬路嘅小朋友。人一旦由怨變成看見，氣就開始轉過。第二日，陳太清門口掉咗好多舊鞋，個女見到默默幫手。兩母女一邊執一邊冇講太多說話，但氣氛已經唔同。到夜晚食飯，陳太差啲又想鬧個女，話佢電話唔停，但佢忍住改口講食多啲菜，就係咁簡單4個字。個女眼眶紅咗。第3日，佢同老公一齊清廚房。老公本來嘴硬話做呢啲冇用，陳太第一次冇反駁，只係講有冇用都好，間屋乾淨啲，人都舒服啲。老公聽完冇再出聲，拎起抹布抹爐頭。你話呢係咪神蹟？唔係，係一個人唔再用火對火，另一個人先有機會熄一熄。到第3日夜晚，佢哋清床底，翻出好多舊相，相入面一家4口去海洋公園。個仔個女細個，老公仲有笑容，陳太自己都冇而家咁苦口苦面。4個人坐喺地下睇相，竟然第一次冇鬧交。個仔低聲講：媽，卡數我會慢慢還，我唔會再瞞。老公都講：鋪頭我都諗下轉做維修同網上接單，唔可以淨係等客上門。個女冇講自己婚姻，只係挨住陳太肩膀喊。你睇屋企嘅磁場唔係一下子由黑變金，唔係24小時就天降橫財，但有時最重要嘅逆轉係由臭變靜，由怨變講，由躲變面對。陳太屋企後來點？五金鋪冇突然大發，但老公慢慢學人用電話接單，幫街坊做小維修，收入比之前穩。個仔揾咗份穩定工作，每個月還錢。個女同丈夫嘅問題，最後都要自己處理，但至少佢返娘家時，唔再覺得自己係罪人。陳太後來話：嗰杯鹽水最神奇嘅地方，唔係水有咩變化，而係佢24小時入面，第一次冇將所有衰運推俾別人。以前佢成日話老公冇本事，女兒唔聽話，兒子唔爭氣，自己命苦。後來佢先明白，一個家嘅冇運，有時就係由一句一句怨話喂大。你喂佢1年，佢就大1年；你喂佢10年，佢就變成一隻無形嘅怪獸，日日趴喺你屋企。民間玄學講水主財，人收俗，但你要記住，水再清，如果你個心日日黑沉，都會濁。爭再能收，如果你日日放毒言毒語，收極都收唔完。所以老風水師講得好，杯水只係3成，清屋係3成，改口德係4成，3樣合埋先叫做真正嘅轉氣。有啲人最中意追問杯鹽水要放邊度，
名字要點寫，放24小時定48小時？其實方法唔難，難嘅係你做嗰陣個心靜唔靜。你可以用乾淨杯清水少少粗鹽，白紙寫名，旁邊寫一句祝願平安和順，放喺門口附近乾淨唔阻路嘅位置，或者家中你覺得最壓抑但安全嘅角落，唔好放到小朋友同寵物碰到。24小時後倒走，用流動水沖走，杯洗乾淨。重點係倒走嗰刻，你心入面要知道，我唔係倒走邊個人，我係倒走怨氣、舊氣、戾氣，同我自己唔肯放低嗰口氣。如果你寫名字時，心入面想嘅係報復、控制、怨恨，咁呢杯水就算擺足7日，都只會令你更加執住。如果你寫名字時，心入面想嘅係平安和順，放過自己，放過屋企人，咁就算只係24小時，都會令你醒一醒。醒就係轉運第一步。講到最後，你就會明白，所謂用一杯鹽水吸走全家夢魂，最忌就係將佢講到神乎其神。你聽到有人話放一晚就一定發財，放24小時就一定有奇蹟，名字一放入去就一定逆天改命，呢啲說話你要小心。真正懂得民族玄學嘅老人家唔會咁講到絕對，佢哋會話水係借來照心，人係借來收足，名字係借來記緣，24小時係借來俾你停一停，唔好再一路怨一路亂一路流福。易經入面有個好重要嘅思想，原文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大白話講，即係一件事去到塞住、困住、唔通嘅時候，就一定要改，肯改先有機會通，通咗先可以長久。你間屋空，唔係叫你坐喺度等天打救你；你家運低，唔係叫你日日喊命苦；你同屋企人關係差，唔係叫你只求一杯鹽水幫你抹走所有問題。真正嘅轉運係你肯喺最細微嘅地方開始變。風水一派講陽宅，常常重視門晝房。門係氣口，晝係食晝，房係養神。呢3個地方，如果長期輪租堵塞、陰暗雜亂，一家人自然容易心煩口舌、多瞓唔安。你留意下，好多唔順嘅家庭，一入門口就係鞋亂、紙袋亂、雜物亂。入廚房就係油煙口、垃圾滿、爐頭籠糟；入睡房就係床底堆滿舊物、櫃桶塞滿唔想再面對嘅回憶。你話呢啲同家運有冇關？用現代講法，環境亂，人嘅心就亂；用風水講法，氣口直，福氣就唔願入。所以人水只當民族清心儀式，唔好當成保證。你可以準備一隻乾淨透明杯，放半杯清水，加一小撮粗鹽，唔需要太多，亦唔需要搞到神神化化。你將佢放喺入門附近一個乾淨、安全、唔阻路嘅地方，或者屋企你覺得最沉、最悶、最容易嘈交嘅角落。記住，唔好放喺小朋友同寵物容易碰到嘅地方，亦唔好放喺主食位置，阻住生活。24小時之後，將水倒去流動水沖走，杯洗乾淨。你可以連做3日，但心態一定要正。我唔係靠呢杯水發財，我係借呢杯水提醒自己，呢個家要清一清、靜一靜、和一和。寫名字嗰陣一定唔好帶怨。你可以用白紙寫低同住屋企人嘅名字，唔需要生辰八字，唔需要搞到好複雜。名字下面可以寫一句祝願，願一家平安，小怨多和，心平氣順。呢張紙唔係放入水入面浸，最好放喺杯底下面或者旁邊，保持乾淨。你寫老公個名唔係寫住佢衰，你寫老婆個名唔係寫住佢煩，你寫仔女個名唔係寫住佢唔孝，你寫父母個名唔係寫住佢哋欠你，你係提醒自己呢啲人同你有緣，無論緣深緣淺，最少唔好再用怨氣綁住大家。善書最重視口德，因為口係福牙之門。一個家有冇福，聽佢哋平時點講嘢已經知一半。你日日喺屋企講毒話，講呢個家冇救，你一世都冇出息。我命苦，早知就唔生你，嫁俾你真係倒咪。呢啲說話唔係講完就算。
講者以為發石，聽者心入面會結疤。牆壁聽得多，間屋都好似變沉。好多羅唔係天專登罰你，係你自己日日照返嚟。好多福唔係突然撞彩，係你平時慢慢養出嚟。倒走鹽水嗰日，一定要清3個地方：門口、廚房、床底。門口要清，代表你俾新氣入嚟；廚房要清，代表你俾食慾恬靜；床底要清，代表你肯放低舊怨舊事。好多老人家成日捨不得掉舊物，覺得所有嘢都有用。其實有啲嘢你唔係留住物件，你係留住一口氣。前度送嘅舊物，吵架時留下嘅爛東西，10幾年冇用嘅破電器，成袋唔知做咩嘅舊單據，全部塞喺床底，個人點會瞓得安？你今日清走一袋雜物，其實就係同自己講：我願意騰一個位置俾新福氣入嚟。《黃帝內經》講情志同身體有關，怒傷肝，喜傷心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恐傷腎。呢啲說法唔一定要你逐個字當醫學處方咁睇，但古人提醒得好清楚，情緒長期困住，身體都會受影響。你屋企日日吵，日日怨，日日驚，日日思慮過度，人自然面色差，瞓得差，胃口差，精神差。所謂磁場唔係離地嘅嘢，一個人成日發怒，聲音尖，面色黑，眼神燥，旁邊人自然被影響。一家人個個都咁，間屋點會唔壓抑？你仲可以由今日開始，連續7日少講一句怨話，多做一件善事。你唔需要即刻做大善事，唔需要捐好多錢，唔需要扮聖人。你可以由最簡單開始，見到屋企人返嚟，少一句責備；食飯時少一句嫌棄；仔女有難，先問一句你而家點樣？唔好第一時間審判。夫妻有爭執，今晚唔好帶住怨氣瞓。老人家講嘢囉嗦，你可以唔認同，但唔好句句頂死。再簡單啲，每日做一件唔求回報嘅好事，幫人開門，讓各位買少少食物俾有需要嘅人，對清潔工講句多謝。陰德唔係做俾人睇，係你暗暗幫自己個心添一盞燈。用一杯鹽水將其當成貪心嘅工具，唔好一邊放鹽水，一邊心入面咒人快啲倒霉；唔好一邊寫人名，一邊諗住控制對方；唔好以為做完24小時就可以繼續鬧、繼續怨、繼續懶、繼續亂，咁樣唔叫改運，叫自欺欺人。真正嘅做法係你攞起杯水嗰一刻，先問自己3句說話：第一，我屋企最亂嗰個位置係咪一直冇清？第二，我對屋企人講嘅說話係咪長期帶刺？第三，我成日話自己品，咁我有冇做過令福氣願意入門嘅事？你肯問呢3句已經開始轉，因為運要轉，先由心轉；心要轉，先由口轉。口一轉，家裏嘅聲氣就轉；聲氣一轉，家宅嘅磁場先會慢慢轉。有啲嘢唔係迷信，係老一輩人用最簡單嘅方法提醒後人唔好俾怨氣浸壞一頭家。賤水只係一個引子，名字只係一面鏡，24小時只係叫你停低一日，睇清楚自己間屋、自己把口、自己個心。你可能會問：咁一杯鹽水到底有冇用？我再講一次，有冇用睇你點用。你用貪心去用冇用，你用怨恨去用冇用，你用佢嚟逃避問題冇用，但你用佢嚟提醒自己清屋、改口、修心、積善，佢就有用。因為世上好多改運法門，最後都離唔開4個字：止惡修善。止住自己把口，唔再傷人；收返自己賀心，唔再日日怨。善待屋企人，善待自己，善待有緣人，家運自然慢慢有路行。真正嘅冇運，最怕嘅唔係演，係怕你醒。你一醒就唔再亂講衰話，你一醒就唔再將屋企當垃圾場，你一醒就唔再將親人當仇人，你一醒就唔再用一世嘅委屈去懲罰身邊人。嗰一刻磁場已經開始轉，唔一定轟轟烈烈，唔一定24小時天降奇蹟，
但你會發覺屋企靜咗，自己心定咗，講嘢冇咁衝，夜晚瞓得安少少，家人見面冇咁多火藥味。呢啲就係福氣重新入門嘅聲音。所以今日呢杯鹽水，你唔好只當成一個玄學小偏方，你要當成一面鏡，照一照自己屋企邊度亂，照一照自己把口邊句毒，照一照自己心入面邊啖氣一直唔肯放。真正嘅奇蹟唔係杯水變咗顏色，而係你突然願意少鬧一句，願意調走一袋舊物，願意同屋企人講一句好話，願意唔再將所有不順都怪晒命。你肯清，屋企就有路；你肯改，命運就有縫；你肯少怨多善，福氣就有機會返嚟。一杯人水吸唔吸得走，全家夢穩。關鍵唔係水，係你肯唔肯由今日開始修心、清屋、改口、積善。名字放入去有冇奇效？關鍵唔係名字有幾神秘，係你肯唔肯重新看見每一個家人背後嘅苦、怕、累同緣分。24小時能唔能夠逆轉磁場？關鍵唔係時間有幾靈，係你肯唔肯喺呢24小時入面停一停怨氣，放一放執念，俾自己同屋企人一條新路。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呢番說話對你有少少提醒，記得幫我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亦可以分享俾身邊最近屋企唔順、心入面好多怨氣嘅有緣人。你一個小小動作，可能就係將一份善念傳出去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少一分怨氣，多一分清醒，就喺評論區留低一個轉字，願我哋一齊善念共振，將濁氣轉清，將怨氣轉和，將一個家慢慢轉返旺，轉返安，轉返有福。